我想收看《后山海上讲》，有巴大家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涂志忠。中国江海老后生人打在鼓励唔啲大家平常时会谈客家歌曲么？啲台湾流行嘅客家歌曲，啲甚至歌后就唱嘅以后春笋腔样紧餐紧到，大家时代就自己代表嘅音乐，大家音乐类型没有自己代表嘅歌曲。今日有請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向下嚟討論，來分享一下佢哋心目當中最經典嘅客家歌，係乜嘅掌聲分享。主持人老客小機隊阿志怡，大家好，我係青口梯天台地背段冰松客家歌曲嘅阿志怡。哎呦，自家咪當為唱客家歌，還有得個獎，哎呦，今天呢就是一堆音樂人的聚會。我係真嘅唔感動，一定會音樂人。哦，孫紅是有意殺音樂人了，掌聲歡迎千惠姨。大家好，我係主創動到客家音樂嘅專輯嘅音樂人。自家沒有出過專輯，哎呦，真勁哈！不過哈，今天一個來頭比一個還要大，第三隻創作嘅歌手劉慧卿。那是創作嘅媽媽嚟啦，不單是媽媽嘛，也是大家的姐姐。慧卿姐哈，第四隻手計度後先。大家好，我係希望邀請大家咪做啲創作愛創作嘅歌曲嘅後先。我再期待一下，撒哈的廖張應該緊緊唔知他在這裡的意義係乜嘅。阿英子，大家好，我係家家啲天台吼來報太世界音樂嘅印證。嗱，其實你咪想為後生來創自己歌嘅啦，唔過佢啲要求做唔得。我想會彈，真嘅，真嘅。好嘞，好嘞。好，最尾來分享今日嘅新朋友 V 倫。大家好，我係對客家流行歌曲有一絲絲嘅熟悉嘅 V 倫。因為彩聰吼對客家歌曲是當了解嘅後生人，不過接下來基本嘅唔單止睇睇後生人自家來討論，還有繞場一個客家音樂嘅代表人，是車怡慧先生，掌聲歡迎。先生，各位麻煩你咯。唔，非常歡迎，哎，就客家的新一代的青年才俊，非常歡迎。真嘅啦，那都俊男美女啊。講到客家歌曲，馬沙冇唱過怡慧先生嘅歌曲。真嘅。冇唱過，現在可以離開了，謝謝。應真，還沒有唱歌，好了，拜拜。有唱歌，不過一你欣賞聽唔出。我哋唔單講怡慧先生原唱聽不出來，所有其他你嘛聽。有時候咪啲嘅面頭前衝啊，結果見到嚟講，你係咩啥？等下來談，真緊咁要按惡吧。不過首先先來問題就係講，你提一條係講到那種客家代表嘅歌曲，你想到係乜嘅歌曲？阿自己先來講好。嗱，我想到係阿土哥嘅客家啦，嗰種專輯比較多啊，有2條歌曲，係真係當中意，就係橄欖咩？你要唱一下風風嘅面夾橄欖咩？風風嘅嘴唇橄欖咩？風風嘅心情橄欖咩？風風嘅朋友橄欖咩？還有一條非常嘅經典，就係呢腰婆，經常唱啦。腰婆我記得係線線好水，即係睇下我唱先嘅。好，我唱叫你唱啊。好。聲音好雄大，台面好雄大，雄大天王，每大都明全不應答。阿公帶你讓他做台里嘛，聲音兒學潮水。到台內就唔會減水，線線好水，阿 Q 教你學跳水，沙料公樓下公我係냠냠數。
歌曲。水來水掉，係冇，因為阿子上嚟學嘅阿拖歌嘅歌曲係因為嘅曲調都偏前嘛。韓國啲外國嗰啲歌詞啊，韓國嗰種轉戲啊，同貼片有蠻興，因為呢地方都係小朋友唱嘅，就係新主演吳明雄嘅小朋友唱嘅。嗰一條嘅小朋友呢，雖然冇試過乜嘅非常專業嘅訓練，不過呢佢哋唱出來嘅時候就會非常嘅單純，又本人感覺非常嘅感動。其實咪係因為講一種轉戲，跟我係捱細細嘅時間，捱媽媽就接啲食材嘅時候，就不用一種轉戲本捱糖。對我來講係種意義啦。真緊啊！這種對大家來講那種同音同語，因為我會唱上到細細嘅感覺，我本來呢想要唱嘅引進來唱一下，不過我先來做一下投票，用音來彈起唱歌嗎？你有本身等下試下就係彈對吉他。真係，迄種係嘅講嘅哦。會唔會彈到佢用誒？鹹鹹河水哦，佢真係係和聲大概低了兩。你們因為啊，有學生的部分。小貓毛一樣用係，係真嘅，韓版假是馬上後要出專輯，要出 CD 啊，搶着來合成合音天使。係先講哦，唔是錢哦。不是前面某年直接錄音啊！那台那個假是莊慧茹老師請不起，可以請那個李穎珍哦，因為莊慧茹老師真的比較專業，你所該覺得爵士和聲都是那個比較特別的聲部啊。哦，等下假是真嘅有機會，一定要請來唱一下。客廳有幾批哦，但我上一批哦。好，我會上一批，我會留佢三題聽。咁個來問，會議咁對於來講，假使不如你下現場來唱，因為同那條歌曲。當然係法術下。等一下，你不要因為原唱今天比你阿妹，是不是因為我今天來，我 K P 來，我 K P 來唱。其實係因為蔡正英蔡同到客家莊，就係最後嘅一條情歌，係是都唱係法術。真嘅。係，係有因為在比賽嘅時間，我也有透過一條歌來唱，所以啊，有得獎冇？有第3名啊！冇得獎就算咧。我哋講什麼情義合掌啊，超大場面。我記得吼，差不多半年前哦，特別睇白談到去唱歌，我從耀強到特別就在這個棚啊，客家新導演叫唱嘅歌曲呢，基本要找到都到唯一非常歡喜。半年前，你可以他有進步冇？咁樣也強係下一位先生鼓勵我做客家人哦，佢樣是我創作比賽嘅時節，佢就將我嘅得獎嘅作品哦，比如到也得獎專輯地位嘅踢條，本來動態嘅力量，因為也係係。唱得比說得好聽，再來彈歌曲好來唱一下。歌就好嚟，見笑咧，實力啊！法術請給分，100分。唔會見下，唔會見下。不過底下前日問搶問線上即係講吼，家要講到阿拖哥嘅歌曲嘛，想要搶線上來分享，做乜嘅阿拖哥嘅歌曲，真緊做在唱嚟冇強弱嘅社台，到底下係大家都好唱。那咁佢聽白雲講嘅，乜嘅誓言善過吼，回錄在啊。不過阿拖哥也出現哦，打破了這個海陸不能唱歌的這個不能唱山歌的這個以前不成文的規定。啊，叫匹配個回錄腔嘅嗰種歌詞吼，下有非常嘅符，非常的貼切。你假使因為講回錄吼，你彈嘅歌會非常有親切感。係，其實我哋吼，阿拖哥可能所有客家歌手裡邊都 CD 賣最好嘅。你記得獨木樁喎？獨木樁已經傳動到錢去賣嘅咧。
所以我有钱也要划独木舟。有讲你的还有有人讲哈，应该动作发烧友哈，动好麦可以重变。唐宫歌也该上映有一种特别的磁性，声音莫像打，有一种疗愈的特性。所以讲动动音动好弹，透过的歌曲。真紧，还尤其到佢哋风平浪静，你听对，你就真紧弹的时节，唯有当场天然机去出海的感觉，健康健然那种感觉。不过咧，回去唐宫伊根本嘛表现老师的歌曲，现在歌曲。我當上床嗰啲今日嘅講緊求老師生，我想講，我肯係唱呢條歌，因為呢條歌係我第一擺參加歌唱比賽嘅時節唱嘅歌。我電哪片？到討厭。哦。跟係當早期嘅比賽，只要討厭要辦嘅客家流行音樂節啦。哦。喺當早以前咧，係，所以我想基本一定要唱呢條歌，本身上來檢查嘅。我嚟檢查一下，片段一下，好。係。呢條歌喺度送片，啱啱啲呢條歌係線上下本書嘅，下本家書嘅歌。今日朝一杯酒，北風冷又長，一杯酒就送一送我，望着滴滴落，相見就唔必為難你咯，望沙管陰陽潮，一杯酒就送一送我，人生別離多。西山天一江江紅，迎風放林暗落，林下落了杯酒，行前莫回頭。我林下落了杯酒，行前莫回頭。會叫，因為談到呢條歌曲嘅時間，因為想到，因為呢係呢啲部要當到嘅通識嘅身份到啲部，因為想到，對呢個時節要傾要來送片嘅人嘅時節，你會覺得說這首歌會代表一種唔係一種動情嘅悲傷，不過係代表你對性關注要上來動衝然很長遠那種思念嘅感覺。不過有人彈嘅客家歌曲係因為可能係表演者喺唱嘅時間彈到哇，我愛轉去彈。人家係講，佢有人係唱寫到睇些時節可能阿婆啊、阿公啊，有唱過客家山歌專輯係豐田不負苦心人嗰種，台灣客家嘅國歌呢，就係講呢種彈到呢種歌曲，將學會咧呢種客家講過，三下人問大家，你第一條彈到嘅客家歌曲係哪一條歌曲？阿飛輪。我喺嗰時候嘅時節，第一擺彈到嘅係你客家傳統嘅山歌，嗰樣時我喺到誒苗栗嘅較強下嘅地方，當到嗰種林地沙區嘅發通中心啊，主要拍嗰種山歌版啊，跟阿婆就當戲房嗰種傳統嘅山歌版，就同阿婆唱下去。其實嗰樣時乜嘅咩彈唔實，就彈到當到嘅矮線嘅啊，還有鑼鼓鏗鏗鏘鏘嘅聲音。我清後社會最嗰樣時知道啊，嗬，跟阿公阿伯全部當厲害，大家嘅戲學超級長，就大家就嚟重演嗰種老山歌，我嘅演咗嚟當場。喺個流行歌曲嘅話，第一擺喺個碩士班嘅時候，咪唱飛行阿姊，咪呢啲嘅後夜客家嘅流行歌曲。家產些講唔出法，冇啦，姊啦。嘿，嗰樣嘅第一擺後去比亞流行歌曲，真開始接觸到誒啲客家流行歌嘅。嗰樣時比賽嘅歌曲，就會選誒啲一位先生嘅法師行。那個樣是天然人咪係法術行，那個
这样子诶。代表讲法术下正係大家動好錯，懂得反水。唔過要咁罗纳多，还可以全部免费，全部免费。講要挑戰嘅一首歌曲，唔過唔啲電視機挑戰嘅觀眾朋友，因為提住跳糖度嘅客家歌曲係乜嘅？你提擺聽到呢種客家歌曲，你想到係乜嘅？係用你最重要嘅客家歌手要係馬賽，等下將來繼續到大家聽下來打嘴鼓了。愛唱歌嘅時候，我有隻習慣，就係我會看歌詞。係嗰種嚟，特別看到佢嘅歌詞嘅時候，就會感覺非常嘅感動，因為可能佢嘅歌詞，大部分都會寫非常嘅神話當中嘅事情，係自家嘅故事啊，再個就會自家情感都想會講出來吧。比如講對自家嘅愛歌，對新年嘅歌，新年呢，你會等太太。還有自家想講嘅話，你嘅心歌。好嘞，你唱歌嘞，停下來，停下來。你做咩嘛㗎？唔嘅情感都玩自家。你真定真的出充電。對啊。愛的不可。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剛好正經大家唱到動翻，基本上總共有一季安步嘅時間，伴大家來聽下來唱歌家，講到天條糖道嘅客家歌，又加滿到味蕾，生下來兩三年哦，實在本單冇想去滿記嚇。不過既然其中人喺現場，我本意唱歌最少要本意講快下，華英者。你知重點真係唔會撩錢啊，就搶下來咧唱。來啊，講兩句吧。講大家都衝到東風，依種藝上面冇衝到咁做地咧。你做咩講啊？啱嚟人係唔少夾嘅party。繼續講。呢條接觸嘅客家歌曲係乜嘅？其實我韓式嘅時節係學跳舞嘅，嗰時候幾兩時就會跳動到啦，客家相關嘅舞蹈，同埋嘅雜茶啦、四散夫嘅歡迎家啦，希望唔錯噶種牛歌啦，嗰時候幾兩時會衝到嘅乜嘅藝係綠色嘅種牛歌，係有一條係動經典嘅乜嘅立馬踏花機。陳雙雄先生，陳雙雄老師嘅。一條歌嘅動當然會衝嘅，啊唔過睇下就唔知歌名，佢嘅歌名就按到雜茶細妹。哦，你咪是我點歌咧？我也唱唱我唱要唱。可以咩？可以這個。來哦。立馬踏花機，杭州三年行，南山嘅茶頭樹啊，紅紅青春面，有殘淚紅葉，樹秋寫天心，茶頭唱下個神啊，茶呀嘅黑妹事。掌聲鼓勵。上講嚟宣傳啦。等下，我希望冇有2年半。韓國人家最明嘅係乜嘅意思？太貴不住，不住。行啦，哎呦，排泄嘅聲音。好啦，唔錯，好啦。真勁會不甜。呢個同佢差唔多歌。係啊，你坐定落企喺度唱歌。兩個。好啦，其他人嘛要表現嘅機會嗬，基本嗬唔係要出個唱片，要比個賽，你看，今天動了不起。跳舞跟跳舞嘛要。來啦，我們唱歌總是需要一些伴舞的，係冇？咁後先來講下，最細開始彈到客家歌曲係乜嘅？哦，因為演上挑戰兩位，應該自細最先彈過嘅咪係客家嘅三大跳。不過咧，嗱幾條冇強用，幾條係彈平演唱，係彈烏卡演唱。因為細時之後係第三度嘅，第三度啦，阿婆強話睇。跟住真係散歌咧。係專輯係散歌哦，係第三度嘅羅屋啲位哦，我記得細時之後我太 Q 啊，佢冇時間嘅時間，其實拉個充電啦，坐啲街。那人獻啦，從人過，嘿，你都可能感覺咧，當從田洋啊，某些田樹啲都有冇看到？不過佢真係佢寫詩即係經驗啊，係啱記得哦，佢獻啦係啱 Q 自家做嘅，佢很有做嘅，係佢很有做咗本來掛定啱不卡，啊專業世界優先啱咪啦，出兩下，唔過啱真係拉唔到，佢阿 Q 幾多拉嘅按路面試。
哇，该就爱迄狗味，不会今天也有准备？冇，你可能对冇顺条毛肚子，毛肚子。哦，没几天啊，今天逸轩不在太可惜。你系用嘴，用嘴就会矮。你係安英來的。不過講正經啊，你一下所以問題真係講啊，加講到那個從來過橋安度做嘛，不過沙下咧問是較最欣賞嘅客家歌手啦，可能唔單止為可能梁山為當到生意，自己先來分享自家心目當中自家知道當欣賞嘅客家歌手。我當欣賞葉玉婷先生，係因為其實我唱歌嘅時候，我會就習慣咗我會看歌詞。係嗰種我特別看到佢嘅歌詞嘅時候，我就會感覺非常嘅感動，因為可能佢嘅歌詞大部分都會寫非常嘅神法當中嘅事情，係自家嘅故事啊，再個就會自家習慣都想會講出來話，比如講對自家嘅爺嘅歌，對新年嘅歌，新年呢，你會等太太，係個自家想講嘅話，你嘅新歌。好嘞，你停下來。你做咩嘛㗎？唔記得新歌都玩自家。真定真的吃充電。對啊。我知不開。真係要一條啦。用歌曲唱出自家想嘅話，比如我嘛講你唔是笑啊，係嘛講，就會感覺我看到嘅歌詞就會非常嘅感動，韓國佢唱歌嘅方式咧，咩係嗰種非常嘅有技巧性嘅，韓國就會用非常嘅刺眼嘅方式去表達，聽起就會非常感覺親切嘅感覺。你聽到佢嘅歌曲，知道誒，啲阿生唔係真係係來電嘅。咩來電？即係講佢係歌曲。用歌曲來講法。來講故事，係冇？嘅回憶啦，咁似個我心目當中當重要嘅客家歌手，唔係要按用獻嘅鐵節係冇？我欣賞係嘅阿濤歌是係當經典嘛，韓雜歌是係阿創先生。哦，劉榮創。係，因為記得本來嘅感覺就是只係當客家妹啦，當客家妹和當純粹嘅感覺。韓雜歌特別咪係愛講呢位先生，因為。我自家去到當勵志嘅時，其實老師係我第一擺參加創作嘅比賽，頭先我從嘅送片係歌唱嘅比賽，包括我是自家詞寫歌嘅，還係我頭一回參加，咪係突然嘅只創作嘅比賽，余偉老師係評審，係佢係評審，係我比賽睇其實來讓我講一句，我佢講馬都很棒，繼續加油，其實係佢讓我講，我是想講哇，我這麼矮這麼小，他都看得到我，係是當對我部後嘅創作，我是知道。動影響動態，因為我知道有人本意鼓勵，尤其係前輩，我知道安因鼓勵後輩係當我自家知道當感同嘅事情。因為知道講本呢位先生有獻心嘅感覺，係啊，本嘅指頭。可能先生唔記得咧啦。唔好因為多年前咧，嗰陣時多年前，嗰係突然間嗰比賽係第一屆，嗰東橋咧，嗰時候還有葉玉婷啊、吉娜，韓國嘅兩支雨橋，還係按到小本貓，唔係，還好走青鳥。哦，係動作，梗係追走以前，係。真勁哇！而且那個年紀都講出來，不要這樣子好不好？講到阿聰嗬，阿聰，我感覺上嘅中信台非常出色嘅創作者，我即係當好堂嘅歌曲啊，從頭擺嘅《雲頂天神藍》嘅主題曲啊，大鵬影，大鵬影，行多了位，你愛聽我，做得了一下麼？愛的條件，還有千多嘅路愛行，浮上天數，愛唔會講，大鵬影，老愛講，大鵬影，同愛行。我感覺阿聰佢寫嘅歌曲哦，都有客家味，可能佢頭擺也做過嘅陳明章先生的助理哦，老佢學習動作，佢嘅歌曲我感覺都有屬於啲客家，還有啲土地嘅味道，從嗰羅口啊，嗬，還有老樹新枝，是不是？老樹新枝，哦，還有後生開淡歌，全部寫得都好。講到歌曲哈，該阿應真一定就知道，他是人體點歌機。真嘅呢，
歌本啊，歌本。好了，谢謝呢個阿婆。真嘅客家阿婆。好嘞，呢隻阿婆本人。其實基本來做客家妹嘅東西哈，那兩年佢特別我也想可能係攞客家行出去，啊做一些廣場舞的部分，基本下當然就在接受因客家嘅歌曲。真嘅，那下真嘅要珍惜啲，因為我卡就帶到土壤嘅客家文化館嘅信號，要真嘅要彈過有人跳廣場舞跳客家阿婆，真嘅有彈過說天哪 ，Oh my God，怎麼會這樣？哦，應該誰咯？今天的 focus 不是李映真一嗓音聽聽的，咁我來問魏姨啦，家嘅回去呢要講到阿土歌，彈講呢個最欣賞嘅歌手偶像嘛係阿土歌。其實我知道客家嘅歌手就會有幾按樣好嘅唐鐘係嘛，還有歌怎麼會傳唱啊？唐鐘要好嘛，不錯，我想埋咧。唔過我知道阿土哥嘅歌哦，真係同特別，係因為佢試驗來留開了強教體，我知道係同困難去寫嘅。咁呢個客家音樂大師就係謝依維先生，佢嘅作品真係係同多，比亞當然也做得多音咯，所以唔單唱按用哦。佢也會鼓勵你後生嘅創作客家音樂嘅歌手，愛好好寫歌嘅，本嘅你力量，係知道同好。真嘅啦，就講真嘅本那個一位先生來鼓勵到，你就是覺得說人生充滿了希望、力量、愛與希望與勇氣。真嘅就按樣顯感覺，唔過家就講到這樣看像阿土哥啊，一位先生，唔過講到你啊，還有當多嘅新生代嘅歌手，比如講像蕭嘉麗啊，像係艾卡樂啊，像係就何雲娜啊，陳偉如啊，強德啦，還有劉慧卿，我老，馮以涵啊，呢就聽到就講都講唔出，咁講係問後先對呢都後新生代嘅歌手地位對你來講，佢都有代表嘅歌曲對你有乜嘅意義？其實杜阿豪啦，我之前比較老年時節哦，佢啲歌曲我全部有重到，從蕭嘉麗啦，某些艾卡樂，對我當場嘅艾卡樂，某些子軒哥嘅歌曲，因為體育班我一開始比賽就，正式我一開始比兩下4項嘅流行歌曲。第一首歌曲正式係先生嘅《熱沙》。解什麼？坐低啦，坐低，重新嚟。好，佢唱。看熱沙，離開我嘅眼，我嘅心閉上啊，夢着流連連，離開人煙，相依戀，到那時到那間兩沙，將會相見。冇便宜啦吼，繼續來，繼續來。啊，到後來比賽時間是彈見下多嘅歌曲，像因為辦個比賽頭屆蕭嘉麗嘅歌曲啊，哦，係阿勇嘅徒弟，記得佢在就是去到那個馬來西亞的時候，去那個新瑤灣幫那邊寫歌曲。我開始從睇到比賽一比賽，我天巴大邊嘅，你歌曲寫得難啊！因為其實我自己當好該 R&B 嘅該種風格啦，我彈到幾個歌曲嘅時候，我該試試講，哎呦！按性按特別啊！啊，我老記兩三個小時咩？都該是讀下好，咩係比拖延嘅，該係流行歌曲，該是係創作嘅時間，體育歌曲寫蘿蔔嘅時間去比賽，啊老記熟悉。啊，後來又是見到幾好，熟悉學嘅歌曲，又冇啱啱大話忘記啦，係啦。哇！咁到後來創作又咪係咁啊，寫歌曲我就想唔出來些時，大話攞幾門啊，講你用寫出來，同我用寫唔出來，因為佢係蕭嘉麗，係因為我係李浩先。冇錯，因為基本提先講到動作，咁過嚟啊下場觀眾朋友們想下，你頭擺要彈過後做起嘅客家音樂，還要加啲開始要講到客家嘅三大條路流行歌曲，咁做啲結合腔下咧，等下再嚟繼續撈睇下腔下咧，大家再估咗。
韩国啊，总东你就只有讲山歌较慢一些嘞，就会牵上牵东冲嘞。认真落去谈嘅时间，其实有些像外国吼，有啲冲动到嘅歌剧啊，佢哋佢嘅来上嘅时间，就会幫人去想象嘅畫面嘅時間啊。阿哥，小小哎，都在那什麼嘅時間？大家有衝動嘛嘅吼，想嘅阿妹神吼，還有兩三號，哎，兩三號。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嘅節目現場，前半日正見大家當有衣服嗬，正見當有糖錄，因為有人講食飯同客服係當有食錄，義工要福氣咧，正見談到當到歌曲五個咧，正見呢一下嘅歌曲可能係傳統嘅歌曲開始慢慢嘅變化來嘅。講到傳統嘅三大調、小調，大家要注意麼？阿偉倫先來分享一下好唔好？客家嘅話，我知道傳統嘅客家山歌，然後一下嘅流行歌曲、流行歌曲，主要各自客家嘅美事啦。不過喺比較起來嘅話，我客家嗬較喜歡客家嘅流行歌曲，因為我知道你音樂啊嗬一種神法嘅一種展現。嘅傳統嘅客家山歌咧，展現嘅係幾樣事，較早以前嘅社會嘅樣嘅。跟一下當到嘅新嘅創作者呢，都寫啲客家流行歌曲嘅時候，展現係你講嘅係一下嘅故事。故所比較起來嘅話，我們知道我較喜歡客家嘅流行歌曲一下係安尼。冇錯，尤其到客家山歌變化到呢一下，可能叫為新嘅面貌出現，唔係口白繼續可能是冇人會唱下。而呢一下請李偉先生啦，大家分享一下口白傳統三大調啊、小調到呢一下嘅流行歌曲之間嘅變化過程。嘿，我感覺吼，我自己寫客家歌30年，我嘅經驗，我感覺係假使講你創作者吼，你編曲啊有好好嘅想法吼。你老嘅傳統嘅曲調融合到呢下現代嘅曲調，比如講搖滾嘅元素哈，或者填詞嘅元素，如果你結合得好的話，龍應該彈到嘅羅山歌嘅部分啊，佢也會中意。後生佢彈到嘅搖滾嘅部分、現代音樂嘅部分，佢也做得接受。所以講其實客家傳統嘅山歌歌曲調哈，假使講你的智慧夠的話，老少咸宜呢。從特別我當下當中專輯，我有那個傳統嘅山歌改變。從特別那個18摸嘛，哈。小調一部分。春啊里呀秋啊，木啊里呀家，木頭啊家頭上，煙霧哪有？阿家頭上桂花香哦，斜呀個龍個框哦。那有的有，本身嘅18摸韻講係不一樣，嘛，係酒家音猜拳啦，一件拖一件。啊，假使講不要到後面很露骨的把它脫掉哈。有一條對東右邊一個貴一個 Q N 穿過你的秀髮我的手，你18摸就變成你是變成一首情歌嘛。從我開檔歌啊，我數到嘅搖滾嘅跟元素結合，開檔開開來嘿嘿。中當講那好氣，東方大電就妙啊妙，空空車流該兩條灣嘞。還有一條該蛇條啊，可能台階上唔會唱，該很多頭髮塊，你都會唱啊。頭髮開來條髮哪裡碰？阿哥相愛相中兩三行，你相愛曖昧眼有哪裡真？你相愛曖昧胸啊哪裡重？愛爭愛上將曖昧巧妙哪裡風啊對紅？我有感覺啲客家傳統嘅嗰種三大調吼，做啲講當從嘅美國嘅藍調，佢係嗰種曲調係大部分固定吼，你做啲用啲冇強嘅心情吼，添詞落去唱，就從嘅 blues 咁樣。還有蛇調動作係戲劇裏邊出來嘅，它可能有固定的歌詞，就從呢啲係流行歌曲佢哦。特別其實蛇調類似嘅中國台流哈，冇強嘅曲調，那大家喜歡就把那個曲調把它拿來唱。動總該18摸哈，買酒歌啦哈，掛紙人，跟住就咪從蛇調嘅部分。
係冇錯，跟住先生要講到東河，主要講一種係小調，兩細調到呢一下嘅氣勢，佢係咪本單有呢種元素？唔過並落呢個新嘅歌曲地位會變成more強樣嘅呢種火花、迷思啦。對，阿燕子今天沒有給你表現，真係太可惜。哎呦冇，你可以講一下，佢表現到青動嘅，相信根本一開始嘅舞娘的那個，哎呀，佢臉都天貓青動呢，這唔算。冇啦，我係之後剛剛有講到山歌咪，認真來分享啊！雖然吼從到安尼語唔好談，我係喺當認真嘅談中哦。像先生家有講到係山歌，較少年亞下較少年會中意咧，因為亞下嘅速度越來越快，還是加上會得到嗰種較出格嘅言論啦，還有講詞彙啦。唔過從老山歌以內啲安尼山歌字啦、老山歌平板啦，佢哋嘅字數有限，嗰種係發現到太時家啲咧下歌詞嘅時間，會較去注意嗰種文學性，會比較注意那種文學性。嗰種寫出來嘅詞彙就較講一些咧，甚至佢嘅用詞會較有所謂嘅客家嘅迷思。韓國啊，種東西就只有講山歌較慢一些咧，就牽上牽東重咧，但一開始沒彈唔慣，唔過。認真落去談嘅時間，其實有些從外國吼，一啲衝動到嘅歌劇啊，佢啲來上嘅時間，就會幫人去想象嘅畫面嘅時間啊。阿哥，小小都在拍什麼嘅事情？大家有衝動嘛嘅吼，想嘅阿妹神號，還有兩三號，兩三號。你先講係冇錯。客家都有特色，就嗰種華音轉音嘅部分，天上嘅，天上嘅。初學者吼做得學細調，大部分嘅轉音係冇玩多。假使講唔過你山歌也做得學，佢因為佢保留嘅動作，你嘅係圓滑嘅一個拉的長音哦，都有客家嘅特色。咁國家講到係傳統嘅歌曲，唔過唔啲大家有聽過係頭白後做嘅客家流行歌曲，尤其像係客家版嘅愛變這樣嘢，即係講風天不負苦心人啊。還有帶到動作嘅歌曲，阿志有嚟分享一下冇？我講到就係客家嘅國歌，流行嘅國歌就係客家本身嘛。但係就係下總共講到係風天不負苦心人啊，還有呢，從兩句就好。要明白，唔好貪緣快，命運自家來安排。人生是海浪，要高也要大，一生路難愛原來。來咯，有心會太高了。自己起的。衝點冇衝動，衝點冇衝動。有心唔怕瘋狂亦要態，有心唔驚天翻地跳曬。為到將來，為到名聲，千辛萬苦也愛開。好，都有。韓國乜嘅影響力啊？影響力不可。影響。呢個冇錯，已經很認真。係。呢個雄風來起咧，高起嘅雄風來起咧。係冇，即係非常嘅經典。再講有一條法樹徑啊。懂我做一條歌曲，一條法樹徑。Q 嘅用到天，原來雙雙一些神，東上腔，係東上腔，客家精神，係。都用意思，都用意思。都做嚟，都做嚟。我講我嘅流行歌曲咧，都一下最大嘅產品應該就係除嘅編曲嘅部分，其實有對木腔，還有用嘅樂器啊，咩木架嘅腔用。再過來就會講到歌詞，因為從以前就青口講，比如講影響力，誰來嘅種雄風嘅感覺，雄風。韓國呢，像會比較柔情似水啊，韓國就青口充滿嘅情啊、愛啊、歌啊、摸呀嘅種嘅。唔過從一下嘅創作嘅歌數，尤其動後生嘅，就會用可能較舒緩、較強嘅嗰種用詞來用。係。咁我講到客家流行歌曲開山打那卡跳起嘅，聽咗係吳勝志。無煙係冇阿輝慶做俾老大家分享一下。因為該跳歌啲位都該歌詞啊，叫伊只寫到愛個地方是，佢講愛按弄我，哦，係該係當穩妥，係穩妥，佢講我，我是知道哇，你阿歌前首都是流行，應該講佢係客家流行嘅開始嘛，前首彈到
安用音下嘅。因為地基前前景機係卡頭起原因，起這三安用音下，係已經到爆妹。有乜講？佢影響到所有後生一批嘅嗰種客家傳統音，從90年代，佢1982年出版嘅嗬，從後來傳統上全部全部佢影響動態，從喺90年代下阿玉哥啦、嗌啦、聖香啦、阿拖哥啦，全部受到五子線上影響非常大。係啊，我係部後因為去比賽，喺簽東都安應該是簽東都客家歌來看啊，喺佢嘅某年嗰條歌之前其實客家第一首經典情歌，應該從我衝前奏。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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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李金書線上寫嘅，曲係吳順子線上寫嘅。問田司機挑戰嘅觀眾朋友，尤其係倡議來推薦一條客家歌曲，又係推薦一首嘅客家歌手，你嚟推薦哪條歌曲，哪隻歌手咧？等下將來其實都大家向下來打在鼓了。這個就是嗌咩喺樓嘅小樹維倫阿比倫啊，強用啊，花名都不要公開，花名不能公開。用嘅川流平台去彈歌曲，再過來嗌邊嘢係用心。哦，嗌嘅川流平台嗌軟體就會多，我有隻播放清單，今年嗌就很多客家。你要乜嘅？嗌美語啊，嗌美語啊！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大家看到我做素食嘅作風就啲嗬。兩日團就來談下大家到底首創嘅哪一條嘅客家音樂專輯，先是夢嘅陳美儀先生。唔會好嘞，呢條全部係佢自己嘅屬性。咁過嚟問題就平常時要買客家嘅音樂嘅專輯嘛？咁假使要買，你係買呢個數位發行，又係講買呢個實體發行嚟嘅，專門嘅阿比倫。哦，我自己發現客關係同啲網絡嘅數位平台來談啊，因為比如講我要從 YouTube 啊去潛自己希望嘅歌數也係歌曲，嗰個表演係我的最愛禮拜，而且呢個都來談哦。冇做講有也係當到 KKBOX 啊 Spotify 全部都來談，串流平台全部都來談。喺買實體嘅 CD 沒有，唔過較少，因為後也行通天發動方片，行到哪就都會行到哪啊。潛到 CD player，係冇唔錯，同我潛嘅 CD player 來播放，就較麻煩一些嘅安。經驗一下，因為前一個 MP3 啊 CD player 嗬，跟佢用時 MP3 固動嘅，固動嘅係唔可以轉嘅，唔可以填同嘅，填同阿志怡咧。其實真係買專輯係最基本嘅，這個就是嗌咩喺樓嘅小樹維倫阿比倫啊，強用啊。花名都不要公開，花名不能公開。用嘅串流平台去彈歌曲，再過來嗌邊嘢係用心。哦。嗌嘅串流平台嗌軟體就會多，我有隻播放清單，今年嗌就很多客家。要乜嘅？嗌美語啊，嗌美語啊，係個美語講到咩？然後佢睇你咧彈下去，但係像平常時啊做節目啊、留認真佢啊，就會非常嘅睇你去表現一啲嘅客家歌數嘅新嘅專輯啊。那平常時啊主持啊發通獨多嘅時間，每位老記得盡量留少嘅啦。那係真有錢有時間花，就會演唱會，再過來聽演唱會要做人就話聽。熟悉，像係做嘅先上我吹嘅丈夫，還有記得嘅保溫瓶。保溫種沙皮，你係種沙皮也可以啊。對，因為下來前景來講，我們的音樂專輯嘅中盤商，可以人咩動到誒？我係按呢個做個調色。你有看到我那邊兩箱嗎？冇啦，都係藝術家嘅，賣唔出喎，冇啦。其實其實我愛去彈客家音樂。
最好还是要买客家嘅专辑，因为要用买支持你总会看到歌词本地背，都跟写嘅歌詞係乜嘅，方言係乜嘅，客語漢詩係乜嘅，哦，乜人編曲嘅，錄音嘅，乜人彈吉他嘅，所以講有冇親愛咯？哎，這個加油，這個櫃子哦，都係客家語。但係唔過來啦，聽唔到誒。係啦。過啲一下，還係要強調在來分享下推薦嘅歌手啊，又係講啲樣推薦嘅音樂嘅，歡迎先來分享好冇？我買嘅專輯其實凍久以前買，阿頭哥以前有買，是佢該下課了，該凍久以前是糖。和薄荷時係唐到余偉老師嘅一沙，但係東西糖到係因為我自家講嘅係海陸腔，但我是知道誒海陸腔要客家歌呢，冇錯，跟住係啊條歌我唔做得買，買咩東西嘅？買板條，該種買出嚟啦，冇錯咧，冇錯咧。我見嘅好料嘅創作動作啊，從該彭博義。曾雅君，嗰種好戲。我早期是係唐道宇老師嘅，係一沙，佢嗰種專輯啲背度，我係唔想動情唱，因為有一條歌係男女對唱，和唱音嗰種女生係黃義玲。哦，看到你，嗰條歌係好老歌曲啦，老客家歌曲，係講我前時要買，要讓，冇便宜，冇便宜。頭先可以分享一下好冇？其實公道嘅分享哦，一開始有前幾家買客家歌曲係唔是先生嘅發出下，過來是我頭先有講過嘅嘛，乜艾卡勒啊、小家樂啊，乜是王子軒啊、子軒哥的，咁講啊，自家很有注意啥嗰個功德。講得嘅歌曲，因為感覺未強嘅，咁個佢啲背感情未動搖嘅。啊，走過來又嚟講，風格還特別比較特色一點的話，我真的會推薦這個煞機了。聽人家鐵白糖落去從跟那呼麥，我覺得哇塞，印象好深刻。唔係嘛？應該當然唔係。主要應該成日推薦，大家記得應該李浩信嘅歌曲。好，謝謝。假使要嚟先，大家填錯義賣嚇，大家來義賣。哦，韓擺便當嘅大女推填錯點幾個？係啦，冇錯，叫為安。唔係安，啱咪教你。係咪輸從你嘅準？做得認真嘅準先。真假衝啊！你好咧，如果講到唱嗬，最尾嘅議會先生去教大家唱一條歌，叫咩係我哋客家嘅童謠。好，童謠最簡單嘛嗬，我度阿秋姐嗬，來唱一句，大家唱一句嗬。來，阿秋姐，來，阿秋姐，阿秋姐，阿秋姐，阿家婆，阿家婆，做生意，做生意，愛惜唔愛惜，來，愛惜唔愛惜，開藝打扮兩三年，開藝打扮兩三年，阿秋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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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家婆，阿家婆，做生意，做生意，愛惜唔愛惜，愛惜唔愛惜，開藝打扮兩三年，開藝打扮兩三年。今日今天好，董新夢茶議會先生上台在嗰本機嘅獎賞。馬希望所有今日好講嘅發行嘅音樂嘅千萬要記住，所有嘅客家音樂嘅創作嘅，因為要你哋嘅記住，呢啲嘅客家歌曲，將做得繼續創新下去，要記得咯。下禮拜聽嘅時間，我哋繼續嚟收看後生太上宮，要馬太家歌。
郭先生。锣鼓人言讲，千人种树后人量，千人种花后人香。客家流行音樂發展到了下超過40年嘞，喺貴流行按到音樂人開山打那十萬大病，投入客家各界創作流行，嘛希望要按到嘅音樂創作人寫出按好聽嘅客家音樂，本呢個心是要暖暖嘅心暖，留感痛。